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个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4号，这一期咱们聊点热点新闻呐。前不久这个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因为涉嫌直播的时候有擦边行为，在网上引起网友的关注和舆论的这个高度的关注再加上国家队的那个管晨晨对吴柳芳的这个评论，所以引起这个舆论高度关注。吴柳芳他这个账号一波三折，先是被禁止关注，后来一打开几天就涨粉600万。正当这些对这些运动员抱有这种理解同情的这些网友这些粉丝感到欣慰的时候让人恶心的一幕又上演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然后这个事实证明幕后是一家 MCN 公司在操纵，他们甚至在营销洋洋得意这又是他们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所以让很多网友觉得吃了一个苍蝇。不过这下好了，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也上了热搜，叫吴柳芳等11个账号被抖音平台处置。12月24日，抖音官方账号发布关于违规 MCN 机构和账号的处置公告。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抖音安全中心对美了个营111、小杨没烦恼、上猫56学姐798、陈一诺等等11个账号采取禁言、暂停盈利权利、清除因违规行为增长粉丝等处置措施。对 MCN 机构大海星辰采取限制后台账号管理功能30日的处置。这其中就包括吴柳芳的账号，应该是什么56学姐吧，她的粉丝从将近700万一夜之间掉到了4万4，也就是说她降粉的速度比她涨粉的速度更快。你要觉得她涨粉快那她掉粉的速度更快，一夜之间可以让你清零。这个抖音平台说他说 MCN 机构大海星辰操纵上述账号，多次发布低俗内容，吸粉引流，影响恶劣。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抖音 MCN 机构管理规范，抖音安全中心作出上述制。这一回我支持抖音的做法。这个抖音这必须要这么干，以正风气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一个，这个吴柳芳他的账号实际上他是 MCN 公司大海星辰的账号，他是跟大海星辰签的这个艺人也好，或者叫主播也好，那个账号是归这个 MCN 机构大海星辰控制。简单点说，那就不是吴柳芳个人账号，所以抖音处罚的是 MCN 机构大海星辰，不是吴柳芳个人。吴柳芳他只是大海星辰下面众多的主播之一，这是第一个。所以把关系搞清楚，抖音它不是针对吴柳芳，它也不是封杀吴柳芳。第二个对大海星辰的处罚理由是什么呢？是大海星辰采取这种低俗内容这个引流吸粉，他用了营销手段，对吧？不停的在里面拱火浇油，制造对立，撕裂社会，然后获得更多的关注。这个手法非常恶劣，就是如果抖音平台不杀一杀这个不正之风那其他的 MCN 机构都这么学。说白了就是在消费网友的这个情绪网友的情绪虽然不值钱，虽然廉价，但是你也不能这么霍霍长期此一往，那是国将不国抖将不抖。所以说这个抖音平台对这个 MCN 机构大海星辰采取限制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把他违规吸引的粉丝全部给他清掉，禁止那个账号发言。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抖音平台又是重拿轻放，就是对他进行处置，但是又给他一条活路，给他一条生路因为说来说去抖音平台跟这个 MCN 机构大海星辰他们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就是这个大海星辰无论如何作恶，采取什么手段违法的低俗的吸粉，那都是给抖音在搞流量。抖音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对这个大海星辰对这些 MCN 机构虽然处罚，但也是网开一面下不为例。按道理说像这种机构一封了之直接让他歇菜，对吧？你抖音平台有个高压线，为什么不一封了之呢？就因为巨大的利益收获需要这些不法分子这些违规的 MCN 机构来活跃气氛，来在里面搞事搞流量，关键的时候需要他们了。这就叫放水养鱼水至清则无鱼。我在抖音平台直播，我就批评了几句抖音平台，把我永久封号。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给他带来收益，你还骂他。这个 MCN 机构大海星辰在这个吴柳芳事件期间给抖音贡献了多少流量，多少关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功过相抵所以对他处以什么账号管理功能30日的处罚，就是1个月比
胡一静老师啊处罚还轻呢，对吧？胡一静老师都禁言3个月啊，那加涛老师呢，据说啊禁言1年，那也就是这个 MSN 机构大海星辰搞的这1个月的舆论，这些操作手法，它恶劣程度啊还没有胡一静老师恶劣啊，你说上哪儿说理去？所以说啊，抖音处罚是对的，但是啊这种重拿轻放，罚酒一杯，终究啊还是害自己。那我们说一说这个吴柳芳，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吴柳芳本人，对吧？不是关注他那个账号，他那个账号800万粉丝还是4万粉丝，其实都是 MSN 机构大海星辰的，跟吴柳芳个人没关系，对吧？大家关注吴柳芳是关注一个从小就练体育，然后一身的伤，也拿了一些奖，最后退役，最后生活也没什么着落。大家对这种一群人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叫处境的一个关注，实际上更多的是折射自己，对吧？每个人都这么努力，最终呢像一块抹布一样的被扔掉了。你有用你就能挣点钱，你没有用就被社会抛弃，然后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挣个3瓜2枣的，还遭到别人的责难和质疑还有打压，所以激起了大家的同情心同理心呢。既得利益者高高在上，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这些曾经努力过的人弃之如敝履啊，还要求你不能喊不能叫苦，你得喊好，你得赞美感恩感谢感激，应该是这种心情。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舆论的反噬啊，这是对正能量的一次是。那吴柳芳这次不管怎么说他受到了牵连，对吧？他跟 MSN 机构，那他的收入肯定是直线下降，粉丝只有4万了，怎么办呢？虽然处罚的是 MSN 机构大海星辰，但是吴柳芳他也受影响啊，今后怎么着落呢？实际上我建议啊，吴柳芳啊现在应该请个律师，赶紧跟这个大海星辰和 MSN 机构啊解约，马上就解约，1分钟都不要耽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合同是什么合同啊，因为吴柳芳应该马上就自己啊注册一个账号，多平台，快手对吧，抖音 B 站等等啊，视频号都去注册。因为吴柳芳他的热度是有的，很多粉丝是支持他的，同情他，理解他，他重新啊起号做这个主播。但这里面就涉及到跟 MSN 机构大海星辰的合同，有的机构啊要求你对吧，给你签3年或者5年的合同，你这5年你不能自己开账号，你只能在这个机构里面用机构的账号，你在任何平台你都没权利，你的所有的权利已经归这个机构。所以应该请个律师啊，赶紧跟这机构谈，解除这种合同。那他起号做什么呢？对吧？我觉得吴柳芳就不要再去对吧做那些被人家说啊你这个是低俗的，他可以做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有很大的名气知名度，他完全可以做比如类似于这种访谈或者是采访或者是其他的直播吧，就是反映更多的运动员退役以后对吧，他的去向，有的发展的还可以，对吧？有的是很惨，在澡堂里跟人搓澡，有的是摆地摊，有的是伤病缠身啊，得不到治疗，但是有的也发展的不错，事业蒸蒸日上，对吧？他应该去做一做这种工作，那流量也很大。因为大部分关注他的粉丝啊，主要是关注运动员退役以后，或者就是普通人，或者就是经过努力的人，他的到了人生一个阶段之后，他的一些境遇，人生的拐点，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所以他的粉丝都是这种粉丝的话，他应该做这方面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就非常有粘性有深度啊，他一样可以赚钱，无论是做广告还是带货，对吧？甚至他用他巨大的流量还可以帮助到那些活困顿的啊，陷入这种绝境的这些前运动员，因为他有巨大的流量，他一曝光，那些运动员再开个账号，那很多人也会关注，对吧？我觉得现在各大平台并没有封杀吴柳芳本人，封杀吴柳芳本人那就封他的脸，你的脸就不能出现，声音都不能出现，名字更不能出现，他没有到这地步啊，对吧？人家封杀的是大海星辰，而且也是象征性的处罚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是比较迫切呢？大家想起了这个以前的一个网红，也是当红炸子鸡啊，叫李子柒，我还做过几期李子柒的节目。咱们说他节目好坏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只说现象，就是李子柒在油管非常火，然后他在国内呢也慢慢火起来了，抖音呢，对吧？其他的平台还有微博，他在国内就签了一家 MSN 机构啊，双方啊因为这个利益分配不均，这个李子柒认为这功劳都是我的，对吧？整个策划拍摄他是核心，结果在 MSN 机构那儿，你这个都是给我打工的，我们已经签了合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就这意思啊。你就 MSN 机构对主播的管理啊，就像过去啊港台啊对艺人的管理，那些港台经纪公司他签艺人就这么签，那些在选美比赛中露头角的那些新星啊，那就赶紧去签，把人家签下来之后给你付一点点基本工资，然后说要包装你，但是包不包装完全另说，他就把你签了之后，你要不听话他就把你
血长了，你这10年下来你就老了。这个艺人的生命那个时间是黄金啊，非常宝贵啊，他的生命期非常短呢。这个李子柒跟他的 MCN 机构发生纠纷之后，双方就停止更新，然后打官司，对吧？以前多火啊，李子柒螺蛳粉，对吧？李子柒品牌的很多商品都在销售啊，都变现。但是双方一打官司之后，打了2年多官司，结局是什么呢？两败俱伤。虽然前不久啊，你看2个月前，李子柒复出，大家现在看看李子柒火吗？他复出花了多少钱呢？营销、引流、做广告，那个钱是海量的。但是你看看现在还有人提吗？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主播，就是这种网红，他的生命周期其实挺短的，跟艺人是一样。你要跌个2年不出面，那早就没人记得你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3-5年。这个短视频平台，对吧？社交媒体那是像走马灯一样的人换了，没有常青树，不停的有新人出。所以吴柳芳如果就此冷下去了，要不了1年半年的就没人知道了，大家也想不起来了。所以他得趁这个热度赶紧另谋出路啊，或者啊，他可以做一些综艺节目，但是这个爆发力都很弱。现在有媒体报道啊，吴柳芳已经在参与一些综艺节目，大家可以看视频啊。大家介绍一下啊，知道他是什么项目的吗？他以前是运动员，是前中国国家女子体操队的运动员吴柳芳。他很厉害啊，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获得过很多的冠军。擅长的项目有什么？平衡木、高低杠、自由操。那么在退役之后呢，就来到了艺术团做公益的体操老师。柳芳，你好吗？还好。那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在退役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到艺术团做老师呢？因为我觉得通过体育锻炼能带来健康和积极和快乐的心态，能让孩子们更加活泼开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感动、特别快乐的时刻？有的，就是有时候孩子们会突然跑过来抱着你，然后笑嘻嘻的看着你，然后和你说他们的悄悄话，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童真，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悄悄话我们就不问了啊。我为什么说这个综艺节目爆发力比较弱呢？因为本身这个电视，对吧？媒体它就在走下坡路。连湖南卫视都扛不住了，你把时间花在综艺节目上有什么用呢？你就是做了综艺节目，最终也是跑到自媒体，就是社交媒体这个短视频平台去传播，所以还不如啊这个利用以前的热度，专门拍自媒体、拍节目或者做直播，去反映那些退役运动员的生活。而且吴柳芳做综艺节目也不是他的长项，他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热度，所以还有人看，对吧？过个2年没人知道了，谁看呢？啊，这是我对这个吴柳芳事件啊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抖音这次处罚大海星辰是对的，但是力度太轻。如果抖音平台继续这么搞的话，最终有一天啊，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叫咎由自取啊。吴柳芳呢，赶紧改行，对吧？赶紧另起炉灶。另外一个话题呢，也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啊，这个很多媒体在报道啊，说官方回应网传苏州大量外企撤资，说不实。这个是苏州市网络联合辟谣台，说有网民啊，近日在互联网传播苏州大量外资企业撤离。记者联系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消息为不实信息。据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10月，苏州市外资期末实有24,639户，同比增长1.91%，较上月相比增加35户，与2023年12月相比增加近1000户。2023年12月底，全市外资实有23,640户。这人家苏州啊，正是辟谣。你们老传说苏州的外资撤了啊，什么台资、日资都搬走了，都是谣言，不信谣不传谣，对吧？苏州的外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你就问你服不服？数字就是这样的，一切让数字说话啊！这个让我想起了曾经这个阿里平台啊，阿里辟谣，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就是这个时候年底嘛，然后又是谣言说阿里啊在裁员。阿里人家辟谣了，我根本没有裁，我不仅没有裁，我还多招了人，对吧？阿里一算账啊，跟这个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样啊，算了一笔账，我阿里今年啊向社会输出5000人，我们还招了1万名这个应届大学生。你看看，我不仅没裁人，我还多招了5000人，对吧？就问你服不服？裁掉的是一批马上要到30岁或者35岁的老同志，这些人工资高，然后招1万名刚来的大学生，这些人工资很低啊。你看看表面上看啊，你看我多招了人，实际上呢他还是开源节流。
流啊，省钱呢，人力成本还是在节约啊，对吧？这个就是玩数字游戏嘛。你说我裁员了，我增加人了。这些数字辟谣怎么说呢？就是网友他无感，就像统计局的数字一样，大家感觉好像说的不是咱们。统计局非说你收入涨了6%，你说你找谁说理去？回去看一看存折，明明钱少了，但非说人均收入增长了6%，那你怎么办呢？你除了信还是信，对吧？跟你的体感完全是两码事。苏州的外资如果多了的话，那首先苏州的就业是不是好了呢？对吧？这是最直接的，就是网友他传苏州的外资大量撤资撤离，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就业难，对吧？找工作难多了，然后这个工资也降，对吧？大家最后总结的原因就是苏州的外资走了，所以找工作难。结果你说外资没走，那苏州的就业是不是好了，对吧？外资还涨了吗？苏州的失业率跟去年同比怎么样？有没有涨还是降？苏州的房价稳没稳住？还有一个现在政府知道了外资撤离不是好事维吾老师亲自说的，外资撤离中国是给了中国巨大的机会。那这对吧？地方政府你跟维吾老师，人家是国师你跟人国师对着干什么？你这地方政府不想进步是吗？人家说了外资走是好事，你现在辟谣，你说外资没走什么意思那不就不好了吗？大事不好不妙了。外资不仅没走还来多了，那按照维吾老师说法，那这是美帝他不给中国机会本来走对吧？撤离是给中国机会他不撤，那不就不给中国机会吗？显然政府也觉得这个很荒唐，外资走了不好，要不然他没必要辟谣吗？要不然应该是好事这是正能量按照维吾老师说法，外资大量撤离苏州，那不是正能量吗？这是好消息振奋人心应该奔走相告，但辟什么谣呢？所以说这些政府他也知道外资撤离不好，那维吾老师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堂而皇之的在他的那个上海卫视他在电视台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给他这样平台胡说八道？为什么网上开始对吧把外资赶出中国成为一种潮流但发生这一幕的时候，这些政府在干什么呢？听之任之现在不行了对吧？又要说外资是增长了，你说尴尬不尴尬对吧？当网上出现这种声音要把外资赶走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你们是听之任之。你比如沈阳，你把宝马赶走试一下，那沈阳立马垮一半对吧？长期这种反制宣传，现在是反噬的时候到了，所以跟着后面辟谣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有很多网友说本来不知道这事，现在一辟谣都知道了，任由夹头维维还有什么金教授、卢教授、山东专家这些人在平台上妖言惑众，现在是买单的时候到了，对吧？酝酿的苦果最终还是由谁来吃呢？这个夹头老师是不是带头围攻苹果夹头老师说买苹果的用户、买特斯拉的都是在给美帝做贡献，唯独他这个在美国买房的不是给美国做贡献。你在中国买中国生产的苹果，买中国生产的特斯拉，是在给美帝做贡献。他在美国买房，那不是给美帝做贡献，那是在给国家做贡献。他能这么颠倒黑白，那平台为什么任由他去自由发挥？虽然前不久禁言了，但是太晚了。你买生产的苹果，中国生产的特斯拉，居然这是在为美国做贡献，对吧？你买中国生产的宝马，那是在给西方做贡献。这个特斯拉的国产化率比比亚迪还要高，苹果的国产化率也不低对吧？比很多国产品牌恐怕要高所以说任由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小粉小红网上做这种低质宣传，现在是买单的时候，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开始辟谣你辟什么谣有什么用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当那个歹徒将刀伸向小学生的时候，你没有追究形成的原因，悲剧是怎么形成的，你没有办法让这些外国人感到踏实。这外国人他倒不是说你治安不好，我觉得估计现在外国人呢恐怕也没人觉得中国治安说不好，但是他担心的是针对性的伤害。大家懂什么意思吗？就像华人一样你到一个国家，你就担心那个地方他针对华人施害排华，这大家担心这个对吧？倒不是担心他那个地方说治安不好，我想大部分都有这个心理对吧？那现在外国人比如日本人，人家担心你就针对日本人，所以他害怕对吧？人家走了惹不起躲得起，那不就是买单的时候到了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